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中清水國小的腳球隊到西班牙參加比賽，一路過關斬將，摕到亞軍。小球員往回攻防，每一擺傳球甲射門攏表現出超齡的冷靜。清水國小腳球隊進前去西班牙參加比賽，面對技巧甲體格攏佔優勢的外國選手，這小球員過關斬將，最後摕到亞軍，創造新歷史。大家這次在西班牙表現得都很好，而且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去歐洲拿到這麼好的名次。就是那邊的對手都很瘋狂，然後都勇敢地表現自己。每隻小球員攏是頭一擺出國比賽，面對全新的對手，都要適應氣候、食食甲球場的環境。這擺比賽唔但為國爭光，嘛體驗異國腳球的文化。他們大概都是從幼稚園就開始踢球了，然後呢，這樣從幼稚園踢到小6，已經長達7年8年的時間，好，然後磨出這樣的一個實力出來。校方感謝各界幫助甲支持，才會當順利，或者小球員完成夢想。希望未來有更較儕學童加入，做為將台灣的腳球殺向國際舞台。